美女，喝点什么呀？Tequila Sunrise。好 ，Tequila Sunrise 一杯。OK。听说你们这儿酒吧是夏正朗的儿子夏晚阳开的，他有个妹妹叫夏晚晴。看来你对八卦杂志还真挺有研究的。只可惜我们老板天天面对相亲，全城的名媛都喜欢上他了，排队都被他拒绝了。不可能，全城名媛追求的应该是乔金帆，怎么可能是你们老板？再说了，你们老板的妹妹夏晚晴不是也跟乔金帆订婚了吗？可见乔家的素质有多高啊！你是杂志记者吗？你猜呢？告诉我，夏晚晴为人怎么样？婉晴对我很好啊。哎，你是哪家周刊的？我不是周刊的。其实啊，乔金帆以前是喜欢我的，就是那个夏晚晴出现之后，他就变心了。你说以我这条件，能甘心吗？所以我要搜集夏晚晴的情报，好让乔金帆死心呢。明白。嘿，杨，嘿，好久不见。女朋友啊，不是我妈介绍的朋友哦。这风吹日晒的，多伤皮肤啊。杨，洗手间在哪儿？我要去补妆。就在里面。我去那边了，忙吧。老板，哎，你不是喜欢高个儿的吗？啊，介绍给你怎么样？婉晴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我让她带2个同事过来捣乱捣乱，我这个相亲真的……但婉晴的情敌来了啊！那个大美妞就是。嗨，嗨，老板，你最好小心点，她喜欢的类型跟你很贴近啊。哦，那就要认识认识了。好，知道乔金帆有什么污点，让我妹妹死心。嗨，嗨，你就是夏晚晴的哥哥夏晚阳。说的没错，你可以叫我杨，你叫……叫我 baby 就好了。baby。我听说你跟乔金帆是认识的，你们2个人的关系亲密吗？啊？那是非同一般的亲密啊！不过自从你妹妹出现之后，他就喜新厌旧了。这谁呀？刚认识的，他叫 baby。你要点什么吗 ？Tequila。小姐，怎么称呼 ？Stephanie。Nice to meet you。啊，晚阳，我好饿，我们吃点东西吧。让我来决定吧。晚阳，我不太喜欢跟陌生人一块吃饭。我就最不介意跟陌生人一块吃饭了。我也不介意。晚阳，我觉得你身材好好，可以让我捏捏你的肌肉吗？随便。哇，有健身吧？还好，经常练。夏晚阳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以为我很想来这儿跟你相亲吗？要不是我爸逼我，我干嘛穿成那样啊？在沙滩上看着你这个白痴冲浪。夏正朗的儿子了不起吗？你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你爸就是一暴发户，是当地盘工起家的，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家。谁让你这样说我哥的？你也不可以这样说我爸。跟你们家没法比，你干嘛还在这待着？抱歉啊，今天堵车迟到了。没事，还好刚才有位美女叫 baby 的，是她给我解的围。她说她是乔金帆的前女友啊。刚刚不是乔金帆的妹妹吗？不会吧？那她干嘛要跑到这里来打听你的事情啊？我去问问她。明娇，你为什么调查我的事情啊？我看了这几个月的八卦杂志，又想知道是不是这样，做点民意调查喽。我知道你很在意你哥的感受。我是在意啊。他在意我吗？他当然在意你了。
你是他妹妹。我刚刚停车的时候看到你是开着他的车来的吧？你开过我哥的车吗？我哪有这种特权呀？但今天看来我要破例了，看你刚刚喝酒了吧？好啦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干嘛？想讨好我？我只负责安全送你回家，走吧。艳遇，艳遇再艳遇。啊，我不是说你啊。没关系，你也不要自作多情。我不是来相亲的，我是来相遇的。那我就安心了。我也安心了。我说，像你这种高素质的女人，我高攀不起呀。其实你知道，我这个性格也不是很喜欢找一个就是性格太柔顺的男人。我的座右铭就是：女人可以不嫁，但是不可以下嫁。真是金玉良言呐！哎，看来我们还是开怀的吃啊喝吧。我可以喝酒吗？我又不是你女朋友，随便啊。我可以用手吃火鸡吗？我又不是你的男朋友，你也可以随便啊。太好了。你去把奶奶最喜欢的花盆拿过来，好，小心别打了。哎，你们俩把这些杯子、碗什么的，筷子拿过去洗一洗。我回来了，轻点啊！哎，喂，你把我车开去哪里了？啊，开哪儿去了？你猜啊？你醉驾呀！你完蛋了！没有，报警吧。刚有人送我回来的。谁呀？秘密。燕归姐，哎，奶奶呢？还奶奶呢？就因为你住来雪家，闹得还挺不愉快的，还给你爸爸碰个正着。这回来以后啊，就气得回他房间去了。哎呀，不孝子孙呐！燕归姐，明天的宴会准备几个人的菜啊？老太太就想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。别墅那边的太太和创少父子，还有集团的几个高层加财务，一共11个人。叫厨房再多加1位，还有1位贵客。那就12位。好。喂，手机。干嘛？我帮你发一条能让奶奶开心起来的短信哦。明天我请一个贵客来，你们都会爱死我。谁呀？今天送我回来的人是夏婉晴，我正在研究她，把她客观解码。你们以后都不许再生我气了。婉晴，婉晴，我是奶奶，我拿静帆的手机给你发信息，明天晚上你可以来我家吃饭吗？明天杂志社很忙，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没事儿，就是想见你。你放心，金帆、金明娇都不在家，明天就剩我一个老人家，你就陪我来吃饭吧。好，我尽力安排。那奶奶现在有笑容了，真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假传圣旨。不过你这个未婚妻哦，字字精简，一点废话都没有，不浪漫。喂，他是怎么想你的？你可以睡觉了，没你的事了。我开始跟乔家的关系又近了一步。他可能是一个怕被别人拒绝的人吧，所以我一直没有问他，那天来没来我公司的咖啡厅找我。谁知道他会怎么说呢？来雪，快点儿。喂，啊，下班了，乔董。
凤仪啊，要再给你们多点时间装扮吗？都准备好了，来雪在选手带了。那天的2份礼物我都带去，一件是我送的，一件是来雪送的。放心，今天是我妈大寿，她说给我面子，车到门口给你电话。这鸿门宴我们一定去。好，那你们等我。拜拜。乔董，这是我们给乔老太太准备的80大寿的礼物，我们整理出来了，一会儿让司机给乔老太太送过去。你们费心了啊！不是说过吗？老太太想低调处理的。啊，这是一些老员工的心意啊。董事长，一会儿您和乔总一起走吗？金帆，她还在公司啊？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该打电话了，该打电话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该打电话了，该打电话了。延平啊，姬云，怎么样？吃药了吗？衣服换好了没有啊？可以啊，今天妈妈80大寿，一会儿我下班去接你啊。2个孩子都很想你的。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只要你每天开心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好，乔总，到外面。乔总，去别墅接艳萍，还要去来凤仪家的2辆车都准备好了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去接凤仪吧，我答应过她的。乔总，刚才老太太可是来电话反复叮嘱我，要准时到别墅接艳萍的，你看怎么办？如果你坚持要凤仪去的话，我看这样吧，我呢去接凤仪，路上我就说车坏了，把时间耽误一下，等老太太寿宴结束了，客人都走了，我再把凤仪送过去，跟老太太一起吃宵夜，行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太对不起凤仪了。乔总啊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今天是老太太大喜的日子，你也知道，老太太是乔氏掌权人，你犯不着因为一顿饭就把她给得罪了。再说了，如果凤仪去的话，我真担心这个金帆会有什么反应。你刚才可都听到那话了。好了好了。哥，你说如果奶奶看到我这样。
漂亮。老太太，乔氏高层给您80大寿的贺礼送来了。你看我说了，不要送，不要送，就是听不进去。拿那边去吧。哎呦，老太太，夏小姐来了，快请进来。哎，婉晴啊，来，奶奶，婉晴，来，快坐下。奶奶，我来了才知道今天是您生日，你看我这什么也没带。我之所以不告诉你，就是怕你麻烦。你来了，我高兴，就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了。哎，你们玩吧啊！我要陪那几位老家伙了。创啊，你给我们拍张照片吧。好。奶奶，我也去。好。哎呀，嫂子，哎呀，祝您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啊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！祝您福如东海啊！哎，听说有人昨天去了酒吧了，怎么样？你们聊什么了？也没说什么呀。明娇她很在意你。那当然。哦，我一直忘了问，这钢琴是明娇的吗？我的。我在小时候学过2下。真的啊？